不過你有冇諗過點解有啲關係係可以長久穩定，而有啲就好快收皮呢？其實答案就係安全感呢3個字。安全感之所以喺關係之中最重要嘅基石，係因為佢俾咗雙方一種可以放心去愛嘅感覺。心理學家 John Bowlby 嘅依附理論裏邊指出，當一個人感受到安全感嘅時候，佢會更加願意投入關係，甚至更加信任對方嘅。咁但係安全感唔係靠控制對方嘅，而係靠你自己嘅情緒穩定、可靠性同埋對方嘅尊重而顯示。譬如你願意坦誠溝通而唔係冷戰，或者你尊重對方嘅界限、界線而唔係強行地介入對方嘅空間。咁所以試想像一下，如果你嘅關係之中提供咗一種穩定嘅力量，對方會點樣回應你呢？好可能係佢會更加依賴你，更加想同你建立深層次嘅連結。咁所以你會唔會開始發現得到，當你有能力提供安全感嘅時候，你嘅愛情關係會變得更加穩固呢？咁我巴油嗰條 link 學識點樣建立安全感，令到你關係更加充滿愛啦！